好啦，先講 MC 嘅第一條啦，咁啊 Section A 全部都係 MC 嚟嘅，OK，咁啊條題目喺度啦，就係兩個嘅多項式相加。咁啊第一樣嘢啦，就我哋有張即係第一版咧有張嘅formula sheet 噶嘛，咁好多啲 formula 寫晒喺度啦。咁你發覺咧，即係開頭嗰啲又唔啱用啊，咁啲嘅 time series 啊，即係時間序列啦。咁啊，其實就揾笨嘅，因為多項式咧就冇嘢嘅公式俾你嘅，咁所以咧就乖乖地自己用啲基本功去做好佢啦。OK，咁啊提你嘅啫，呢一點即係要善用嗰版公式啦。咁題冇用唔代表下一條都係冇用噶嘛。OK，嗱咁啊第一樣睇落去啦，睇下呢條嘅 formula 啦，好似好長好亂啊嘛。點解咧？因為咧。如果你眼利嘅話咧，你睇到佢嗰啲 terms 咧，即係啲項目咧係冇排好順序嘅，即係譬如好似點解有個3次喺中間啊，1次嘅 x 喺頭啊咁樣。咁所以啦，就係我哋首先要做第一樣嘢咧，就係唔好心急啦，一定要排好序先。呢個就係所謂嘅 step one 啦。咁就係我所謂稱嘅隱藏地雷啦。好啦，咁第一啦，你第一個括號之前冇嘢噶嘛，直接抄啦。OK，即係我意思係排序同埋抄出嚟啦。第二個括號前面有個減號嘛。咁呢條嘅陷阱就係只係喺度啦。咁我做法咧就其實都冇乜所謂嘅，你可以好似我咁咧拆咗括號先，就唔好排序住。咁你見到啦，而家又純粹將佢第一個括號度啦，直接抄啊。好啦，咁但係後邊第二個括號咧，因為前面有個減號咧，咁原先嘅譬如-3x 3次就變咗正3x啦。原先嘅-1變咗就做正1啦，即係呢個啦，得唔得？咁第二樣嘢啦，就由個 power 最大嘅開始揾啦。咁順便係排序啦，兼係將一啲同類咧，將佢分為一組啦。例如啦，x 3次。咁就係咁啦，3個加3個嘛，你見到啦，呢度有3個，呢度有3個，你咪當佢3個蘋果加3個蘋果咯，咁咪6啦。咁最大嘅 x 嘅次方係3次啦，咁順住落啦，到2次方啊嘛，咁冇啦，得佢一個嘅啫。之後到單 x 啦，咁-6減4啦。嗱呢啲咧通常出事嘅，其實即係計負數計到頭都大埋。自己講個古仔啦，就係你欠咗人6蚊，再欠多4蚊，咁一共咪欠10蚊咯，即係咁解啫嘛係。你唔好又諗到頭都大埋，真係好驚咁咪撳機咯，即係-6減4啫嘛係。x 就唔需要撳啦，自己執散好冇？最後啦，咁到數字啦，而家加1加等於3，冇人唔識㗎啦我估。你計好之後嘅話，最後會咁樣啦，即係將頭先我哋一抄晒落嚟啦。咁樣啦，由大至細嘅 x 次方抄落嚟，咁所以個答案就係 C。